美国关税政策是反起反倒，引起全世界不满。即马联储会主席鲍尔嘛表示，关税压悬有可能会害钱变薄、通货膨胀，而且失业率嘛有可能会升悬，甚至世界的经济成长拢会放慢。即马世界贸易组织嘛表示，上海的情形，全世界的 GDP 会降7%。对着川普的关税政策冲击经济，美国联储会主席鲍尔伫10月头一摆出声，伊讲关税真有可能致使通膨甲失业率同时阵增加，经济成长变慢，和整体经济更加偏离目标。Unemployment is likely to go up as the economy slows in all likelihood, and inflation is likely to go up as tariffs find their way, and some part of those tariffs come to be paid by the public. 若外界关心的调降利息，鲍尔表示讲，目前国爱收集更加侪经济数据，等局势较明朗，再会考虑调降基准利率。伊讲，目前政策还有真大的无确定性，袂使讲会影响到啥物。也毋过整体来讲，伊认为市场运作真好，符合有机的规律。上一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警告讲，美国这一波关税带来冲击，可能致使全球商品贸易总量减0.2%。比去年有这个3%差真多，若是佮考虑了报复性关税甲其他无确定性，上歹的状况就是有可能减到1.5%。Ou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global real GDP would be lowered by nearly 7% in the long term. This is quite significant. WTO 秘书长嘛表达伊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忧虑，估计这两大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量会因为关税前来减81%，若是全球的经济沿着地缘政治路线分做两个阵营，影响会真严重。全球 GDP 嘛受灾殃，长期看来会降7%。公视新闻由柏准编译。